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，感谢主，搁再有一届机会，甲兄弟姊妹做阵伫空中来相拄，咱要做阵来领受上帝的话祝福。今仔日牧师要照着这个提摩太后书第1章6节到第7节，要来甲大家分享。咱会内要花去。免咱会当搁忘起来咧。顶一届咱拢有讲过，咱会当食做有福气的话，有福气的人，有上帝的话，咱有福气，咱也是福气的人。毋过伫现实的面顶，我也相信，咱是有福气，问题咱嘛是会拄着真侪的困难，嘛会即个，敢若讲心情会郁卒，有一寡负面的想法，这拢会出现。那安尼要安怎呢？尤其即个时阵，疫情遮尔久，咱知咱有福气，毋过咱所面对的环境，确实互咱有当时会郁卒。有当时感觉讲安尼，挨摇啦，毋知要安怎才好。咱敢袂当像火安尼搁旺起来，互咱充满热情，互咱充满着即个讲，伫即个环境下，咱慢慢充满活力。今仔牧师要照着即个。这个提摩太后书第1章6至7节要照着即个经文，甲兄弟姊妹要来分享。望会当照着上帝话，搁再一摆来鼓励咱，充满活力，充满希望，充满即个活泼的生命，甲世界的人讲，哇，我搁上帝实在有够好个啦！咱即时阵请。大家拍开你的圣经你提摩太即个后书提摩太后书第1章第6节到第7节，你会当拍开你的圣经听牧师来读听牧师来读。提摩太后书第1章第6节安尼讲为此，我提醒你，互你将上帝借我的手按在你的身躯的温处，互你敢若搁火搁倒起来。因为上帝赐予咱的，毋是惊吓的心，是坚强、忍耐、迄个保守的心。咱即时阵下来祈祷，求主来帮助咱，照着伊的话，互咱会当活出迄生命的活力。亲爱的主耶稣，阮感谢你，搁再一摆，就互阮每一个人会当伫你的圣殿的当中。伫空中的当中，做阵来敬拜你，做阵来听你的话语。愿主你来赐我，互阮照你的话，伫即个艰难的时代，会当有活出迄活泼的生命，来见证你。我搁你的人有够好，我搁你的人真正有福气。主，阮甲下面的时间，拢交你的手头，求主赐福每一个兄弟姊妹伫即个所分享的当中。领受着上帝你的气力来帮助阮，继续行这条人生美好的道路。主，阮安尼恳求是奉主耶稣。阿门。有一个人伊工课足无顺利，甲同事中间呢关系也无介好啦。本来伊边仔这个同事也是长辈，本来拢对伊好。毋过忽然间毋知安怎对伊无啥关系。即个人，身体阁无介好，搁较重要是伊最近伊一个足尊敬的人生的导师啦，这生命真危险，就将快要离开世间啦。家己知影身躯有病痛。搁个性搁软弱，你即个当中的时阵，坦白讲，实在真吵，这个时阵，即个人的即个心内底，即个感情也好，还是食头路也好，还是对前途也好，健康也好，总是伫即个当中的时阵，真正是真郁卒，共要规个人，共要，敢若咱讲共要崩溃了啦。咱讲毋知要安怎拢无头神啦，真艰苦。
即位我讲的这吼，毋知是最近你有差不多有共款的经验，可能毋是你，但是伫你的人生当中，也是可能伫即摆的即个疫情的当中吼，有可能是你的一撮仔的经验。若是安尼，是要安怎？咱是福气的人，毋过咱拄着环境安尼是要安怎？你来当听清楚牧师所讲的。今仔所讲的即个人，毋是别人，是上帝要用的提摩太啦。提摩太伊本身就是即个情形啦，所以保罗伫遮写即个背信甲要甲鼓励，要甲鼓励，讲毋好惊，毋好惊。咱环境安尼，要安怎呢？咱拄着人生充满的挑战，咱安怎会当赢呢？是毋是环境变好咱就赢？是毋是我即个人足大我就赢？其实咱所了解，这拢毋是啦。咱人生会当讲赢的即个气力，毋是对外口来啦，是对咱内底开发出来。咱今仔日要讲的，就是咱内底力量。咱有法度，敢若下尾要欢喜的时阵，咱有法度好往起来，毋是外口安怎改变，是咱内底。咱内底有啥物？感谢主，今仔日保罗鼓励提摩太讲哦，你莫惊，你若安尼哦，你莫袂记诶，你诶内心内底有一个刚强诶心。迄个心就是圣神啊！迄个圣心是大有气力嘞。主耶稣甲咱讲，讲毋好惊，你着爱相信。咱顶一遍嘛讲，咱爱相信上帝嘛，才有遮多福气。因为上帝甲讲你毋好惊，你爱信啥物？上帝互你诶内底是啥物？哦，互咱诶圣神，咱诶圣神内底，毋是讲咱拄着代志，咱就毋敢做，毋是，是咱物件讲。爱做的代志虽然有阻挡、有阻碍，毋过我的内底有上帝的计划，我的内底有上帝的气力，我会当去内底来领受迄个气力，安尼我就会当勇壮起来。圣经有咧甲讲，当你拄着即个患难的日子的时阵，你若是惊，你的气力就无啊。拄着即个环境的困难。你若是惊，你的气力就无去咯。是，咱会惊，咱的气力无去，拢是事实。但是感谢主，上帝予咱一个伫咱内底比世界搁较大的圣神，咱会再去甲领取，咱会去甲祈求，予伊的迄个气力来充满咱，安尼咱就袂惊。咱来看一下。即个人啥物人？即个你若看是澳洲的，叫做李克。你看伊，我相信你拢了解伊。即个人是澳洲即摆演讲家，伊出世了无骹无手呢。即个人生偌惨，但是伊甲人无共。为什么无共呢？你若去查伊的历史，伊会甲你做见证讲，伊本来嘛真失望，伊本来对家己嘛无法度接受，我哪会安尼？但是因老爸老母记得，因老爸老母的看法是讲，既然上帝赐予伊，伊愿意尽力相信上帝所赏赐，尽力来拥持。即个囡仔你大汉的当中，你甲想看觅，无论是厝边头尾，还是去到学，你想伊敢会好过？伊讲话伊无好过。毋过有一日伊听到一句话，就圣经约翰福音讲的。伊讲哦，有一摆伊听到讲哦，人咧问讲耶稣讲耶稣啊，即个人青眉哦，是伊做歹，还是伊许多人做歹，还是安怎啦？耶稣讲哦，我毋是这啦，伊安尼吼，是要为着荣耀上帝来做。伊听即句话了后，伊开始家己想着哦，我虽然安尼，毋过上帝若互我安尼，我会当靠主。来见证，我会当活搁较好，这就是
一个澳洲真出名，全世界真出名。伊去香港演讲，去台湾，去真侪所在演讲，真侪人啊，听了拢真感动，听了拢真感动。兄弟姊妹，咱敢会比较歹？咱的环境敢会比较歹？我相信咱。所以，毋过咱的现象就是咱的惊的。这时阵，牧师要甲你分享的是，求主帮助咱来了解，咱是属于上帝人。咱内底有一个圣神，伊是大有气力的，会当互咱的气力，互咱伫咱内底的时阵，咱迄个气力生出来，咱毋惊呀，咱勇敢向前行。毋是我靠我家己咧。是我靠迄个圣书，互咱听咱的，互咱气力的，迄个上帝，迄个主耶稣，迄个圣神，互咱会当面对咱环境的问题时阵，咱会当重新个徛起来。我相信你一定捌听过这个代志。这自细汉你若入教会，也是讲你若来讲，拢会听着。有耶稣伫我的尊顶，我都毋惊海涌偌大。那主耶稣伫我的尊顶悬，我都毋惊风涌啦。兄弟姊妹，主耶稣伫你内底无？你若惊遐就想看觅啊！主耶稣有你内底无？若是有，咱哪会袂晓去我靠伊？咱哪会袂晓去甲祈求咧？这问题当初拄落海涌，哇！主啊，风涌遮大要死啊！但是主是个免惊，伊叫风海涌停，所以因真平安的到对。今仔日咱嘛会当祈求啊！咱的上帝讲，伊会听永远袂甲咱决绝啊！咱哪无要祈求？你是毋是袂记啊？你是毋是敢看到外口讲，哎哟，风涌遮大，袂记主伫你内底嘛？袂记主永远讲伊要甲咱同在嘛？这就是咱常常问题。咱常常为了环境，环境惊吓，咱就着惊，咱毋知影讲，原来主伫咱的内底，咱放主伫咱的内底，咱既然无去找伊，这是偌可惜的代志。兄弟姊妹，你这个时阵开始讲 ，COVID-19 真恐怖，但是牧师嘛要甲你讲，后边的日子，这是定定的代志，因为这是目屎、瘟疫。咱是无法度控制，因为人的堕落、人的歹，引起真侪问题。我相信这个病毒，大家也拢了解。本来是无的，那会走出来。当然，若毋是上帝允准伊袂走出来，毋过嘛有人为的犯为、人为的错误，互这个代志愈到无结束。咱会惊袂？全世界真侪人惊。我相信咱嘛是，毋过咱甲别人无共。为什么无共？因为有耶稣伫咱的内底，有圣神伫咱的内底，咱会当去倚靠，咱会当来领取迄个圣神，互咱的气力。所以咱毋当免惊。圣经安怎讲？求伊按照伊丰盛的荣耀，借着伊的圣神，叫恁的心内的力量会当坚强起来。阿妹嘛，你阿妹嘛？我相信咱要听上帝的话，领受上帝的话。敢若顶一届讲的，咱都是有福气的嘛。大家拢会惊，咱嘛会惊，毋过咱若想到上帝的话，感谢主。上帝讲，咱生活内底有一个力量，是圣神互咱会当勇行起来。下面嘛，约翰福音的迄个约翰一书安怎讲？细囝。恁是属上帝的哦，咱都是上帝囡仔哦。咱会当赢过世界无啥共的，是因为毋是外口，毋是你外口，是因为咱内底有一个圣神，有圣灵，有耶稣，有上帝甲咱同在，比迄世界更较大，因为伊是创造万物的。这来紧送啥物？主耶稣会当叫拉撒路对死都活倒起来，所以
对咱来讲，咱无毋对。看现象，咱会惊。毋过咱若对咱内底来消除，咱若对咱内底来想看嘛，讲我是上主的，我是上帝儿女。我请问你，倒一个做老爸老母的，无甲好的，互伊后生的，无效外好的，互伊生世的，佫何况咱的天父，哈尼疼咱，一定保守咱的，你敢讲是毋是？所以伫遮，当提摩太面对即个环境遮尔艰难的时阵，我话讲我袂记的，你爱会记的，你个内底有上帝的圣灵，要互你倚靠，有上帝的气力要互你领取，毋好袂记的，去内底领取即个咱对上帝的气力，因为伊是疼咱的，伊是赐气力予人的。所以今仔日无毋对，世间有真侪苦难，信基督的、无信基督的，拢会拄着。但是我一直无甘心，咱上帝上帝，咱内底有迄个上帝气力，超过这一切，比这世界即个撒旦，也是即个魔鬼，要甲咱拍倒，咱的力量比较大，所以咱免惊。咱靠主，徛得搁较低，靠主搁较有气力。所以愿主来祝福咱，当你行遐时阵，莫袂记，咱即位来领取保罗甲咱讲，上帝已经互咱的心内底有一个坚强的力量，靠着即个坚强的力量，咱会当赢过咱环境，咱会当赢过这无顺时的代志。除了这以外，你讲我来领取即个坚强的力量，安尼就好啊吗？应该讲安尼袂歹。但是上帝予咱温上加温，福上加福。为什么？伊讲吼，即个坚强的力量真好，还佫有车，我要互你啥物？要互你吼，你耐心啦！你认真你耐心嘛，我那真重要，毋是干那亏咱俩。为什么要即个你耐心？因为你心内无力量的时阵吼，你会惊，惊着产生真大的反弹啦，绝望啦，可能对上帝受气，对人受气，安尼，互家己气甲要死。弟姊妹，咱拢知影，若受气对咱真好。所以上帝讲，我毋是互你亏咱尔，我讲互你吼一个忍耐心。这忍耐心是要创啥物？这忍耐心，互咱会当控制咱的情绪，来管理咱的情绪，来管理咱的情绪。因为咱来领取上帝即个疼。即个忍耐就是上帝的疼，咱人的疼有限，上帝疼有限。上帝疼会安怎？互咱会当更加了解上帝即个疼在咱内底，咱对上帝袂怀疑，咱会当去较包容更加侪所看到的，也是对咱无好的，咱拢会当放下。所以讲，毋是咱敢有亏咱的，咱阁有即个仁爱的心，上帝疼的心伫我内底的时阵。我会当对你面头前，人若对我安怎，我会当原谅人。我相信你圣经内底，你对咱看即个圣经人物约瑟啦约瑟你知啦你若甲想看嘛，伊就细汉好嘛，真赞，老爸足疼伊的，做啥拢足赞的。伊嘛真活泼，嘛真自然，真老实。上帝若甲启示伊做梦的，伊拢讲出来，讲伊厝的迄个阿兄规，拢足无欢喜。我讲起咱外头咧因大兄啥物拢对做。无代志来，老爸嘛有听着讲，这囡仔哪会讲安尼，甲咱受过迄个。人讲你咧讲安尼淡薄仔骄傲，我敢若你足老安尼。毋过伊是照是讲啦，伊领受啥物？伊活泼天真。诚实，这拢足水的。毋过无一定别人会了解呢。别人无了解的时阵，我问你，你捌点要到迄服侍？你着真自然真好，结果有人对你无满意咧，你有无？我相信其中。为什么？可能伊所做伊嘛毋知，就是人就是安尼，嫉妒、愤怒。我为什么人？所以我不知不觉，因为你无做啥物。毋过，人安尼愤怒，结果你受伤。
你若受伤，你想看，你会讲哦，像提摩太安尼啦，我嘛上帝招好来，我咧服侍，我嘛认真咧做，为啥你对我无满意？结果真个伤害。我相信每一个服侍主的人，拢会拄到即个体验。就是毋知你就去互伤害，实际咱的心内会不准无？会艰苦无？会无奈无？拢会啦。毋过咱也会当了解讲，主啊，你的疼教我用，我内底有一个你的疼，所以我会当去了解，我会当原谅这所得失我的人。约瑟就是安尼啊，互伊兄弟出卖啊，头一个嘛刣死啊，无死，出卖就已经足凄惨的。去到迄个所在嘛，真认真服侍呢。去做人的奴仆嘛，真认真服侍，尾来做管家，哇，安尼心情嘛足好看，袂歹呢。哪会阁拄到一个即个主人的某来即型的啦，甲陷害，陷害无代志，佫甲塞入去了，家己关。哇，迄真危险的，可能会死。毋过是上帝保守无死，无死嘛袂要紧，你家内底嘛是真认真真打拼。人嘛是信用伊。有一日，佫有两个大神，埃及的大神来，结果伊嘛甲分享，我你做嘛，你无同我甲你帮衬，甲分享，拢照伊分享的上帝，互伊有智慧分享，结果无毋着一个死啊，一个转去，过去埃及王的边仔咧服侍。袂转去进前，耶稣嘛甲讲你会安怎安怎有准无？拢讲了足实在。结果即个人出去，甲耶稣袂记咧，咱讲的忘恩负义咧。进前就甲你讲咧，你若出去，你会记我咧甲我帮忙。我就烦恼的嘛，你嘛了解对无？我无歹，你会当出去，你有即个权利，你嘛甲斗相共，互我出来，无一定要家内底。迄个人甲讲好，出去就袂记。出去就袂记啊啦！人是足忝的，世上有真侪你捌着拄过，我嘛捌拄过，但是袂要紧，上帝拢记咧，伊无反叛。有一个机会过来，迄个埃及王去做梦咧，即个大神才去想讲，我咧家内底拄着一个耶稣，迄个红金，迄个有上帝智慧，你请伊来，即个国，你请伊来，你讲，这是啥物意思？耶稣出来，就讲了拢对啊，嘛替即个国家做真好诶代志，所以伊尾后咧升做宰相，有够赞，有够赞的。但是我想无理，伊是住咧外国埃及，有一个伊诶兄弟对伊诶即个所住诶所在家乡来遮要买即个牛草，买牛草。人讲见景伤情。看到兄弟来的时阵，我毋知影会去触动着迄较早的伤害，迄个伤会憋起来袂？我想有可能咱拢会啦。看到这个就想，这较早这个陷来甲我陷来要死咧，我即摆才有开导，我即摆有权利咧，我即摆甲报复。但是约瑟毋是，约瑟甲原谅，约瑟甲原谅啦，讲袂要紧啦，这拢是上帝引带啦我请问你。安尼是毋是真圆满？甲士大人尾仔拢带来这埃及大，拢足水个啊！毋过当伊即个耶稣因老爸过身了，伊个兄弟会惊伊兄弟讲：这些当初是毋是看老爸面子所以拢来原谅我。即摆老爸无伫伊会甲咱保护。哇！这耶稣实在讲实在，会当爱学习的所在。伊讲这拢是上帝的美啦。上帝，这拢是上帝的旨，咱人看起来拢无好。毋过上帝安尼做，我顺服，我原谅，所以就是，咱今仔有气力，起来时阵，咱毋是要对人安怎，是搁较侪去接纳，搁较侪去原谅，来包容即个犯错的人，对毋对？这伤害拢有，毋过因为有上帝。咱会当胜过即个疼，会当互咱即个伤会当好起来，互咱的身体会当健康。我相信真侪人话你过去迄个做啥物，心内底咧
结规完啦，啊，拢放袂开，其实迄种就袂俗，迄对咱身躯足歹。毋过咱人真侪人放袂开，这就是咱人。毋过咱而且咱看到保罗甲提摩太讲上帝互你quỹ力起来时，毋是要去甲安怎，你家己嘛爱搁较好，嘛爱对人好，因为这就是上帝听。你看到十字架，你就想着讲，耶稣咧十字架顶悬的时阵，伊安怎讲？伊讲哎呀，遮个人所做伊毋知啦，主啊，原谅因吧。这个听是圣经甲咱讲，万物的结局定啊啦，咱就爱谨慎之守啦，爱谨慎，爱谨慎祈祷啦，你通重要就爱确实爱彼此相爱，因为若有即个疼，就会知甲亲戚摆啊拢含的，咱互相款待。我相信对咱的身体是健康的啦，对咱是好的啦。所以你会当看，咱主互咱的话，互咱的提醒，毋是咱有几力尔，咱阁有即个会当原谅别人的即个，就是说风度也好，或者是咱即个内底种，咱甲别人无共款，感谢主。所以求主来帮助咱，咱今仔日虽然拄着真侪代志，咱不但有几力，咱阁会当有一个上帝的听。来保守咱家己，互咱健康，互搁较侪人会当得到上帝听，来到上帝面头前，来领受这力量。你感觉安尼是毋是真水的一件代志咧？你讲安尼就袂歹安尼真好，有坚强的心，有忍耐的心，安尼就好啊，好咯，搁一项，这项嘛做重要。你这项是啥呢？这项就是讲你当有坚守的心啦。为啥要坚守？咱圣经里甲咱讲你的心就爱坚守上帝的诫命啦。因为伊一定长久的日子加添互咱啦。咱有这个保守的心，咱有忍耐的心真好，咱有坚强的心真好，咱该保守咱的心。因为上帝讲你保守你的心互你的水，你细菌内底会活搁较好，活搁较久。这为什么？咱来思想，原来咱有这个心来保护咱健康的这个界线。我相信即摆人大家拢了解啦，咱即摆拢会当体会一句话啦。咱即摆 COVID-19 对无？咱是毋是爱有距离？咱大家保持距离，真健康，安尼大家拢好，阿妹嘛。我想一句话，其实踮咧咱即阵讲的，大家拢会答阿妹。上帝为啥讲咱要保守咱的心？原来互咱有一个健康的，甲人中间，咱爱听人无毋对，毋过咱嘛是爱有。我请问你，主耶稣来到世上，设立十字架顶悬，为大家劳会，要拯救大家。我请问你，伊敢无勉强大家？你要接受还接受？伊敢无甲你勉强？无伊嘛是尊重你啊。当然，伊愿望你会当领受嘛。但是你无爱，伊嘛袂甲你勉强，伊袂当甲你掠个拍下来，无啦。伊有安怎尊重你，互你家己讲。所以，这个保守的心智，这个保守的心，互咱的健康，互咱的健康的界线是啥物底下，咱会使避免去想。咱会使去避免想个。咱真侪代志咱毋通替别人去做决定啊！别人有别人的责任，伊要领受上帝的这个恩典也好，伊做，但是我会当分享我毋对，但是我无勉强，我尊重上帝尊重咱，咱尊重，所以讲咱有这个保守的心，毋是讲你定爱嘛，毋是，咱有保守的这个心，有这个界线，所以咱会在避免的去伤害人啦，对无？这大家当决定去思想，所以有这个界线时，咱袂当咱袂当去压迫别人，咱会当往祈祷，但是咱袂当强求，咱袂去做，因为上帝嘛无强求嘛。所以求主帮助咱，了解讲这个保守的心，就是第一项，咱会当互人感觉好，咱袂去强求互人去决定，咱安尼咱会当放手，第二项，咱会使做啥物代志？把棍数清清的，为啥会当穿棍数？兄弟姊妹，
我对人讲，你对别人好，啊你也无共要求，啊有咱做真侪水诶代志，啊人嘛对你，甲你等粪扫，甲你配喙毛，哦一大堆，拢有啊。啊别人诶即个负面诶情绪一入来是咩咯？哦，咱来保持对不起，歹势，咱保持距离。哦，咱来保持距离，咱会当同我讲啊，这个无适合诶，咱莫入来。哦，你来想看嘛？咱真侪即马诶网络啊，是啥物？真侪人拢讲啊，霸凌啊喏，其实伊无法度去做即个保守家己诶心，互遐粪扫一直弹入来。家己知咧，这粪扫弹入，你若无清无甲排出去，请问恁兜若粪扫3工、5工、1礼拜、1个月无甲清，会变啥物？规个厝、规个人拗过苦去。所以为什么保罗伫遮讲，咱有坚强诶心，咱有疼惜别人忍耐诶心？咱搁较有一个保守咱家己诶心，因为保守这互距离，互即个粪扫入来，咱就甲清出去。哦，咱有保持距离，哦，啊，咱袂去伤害别人，啊，咱会当清粪扫，啊，搁续落，咱会当来把咱家己诶心，哦，咱有即个自由，咱知安怎做？即个哈佛啊，大学啊。哈佛诶，即个内底最近啊有一堂课做快乐诶即个心理学。伊讲我即摆真侪人诶时间哦，拢活伫别人诶手内底啦，足无用诶啦。虽然吼啊有一单若休困落，我感觉哦足好，足快乐，会当占入家己诶生活。咱真侪生活拢对别人一直上帝叫咱保守咱家己。咱会当伫上帝听内底，哦，咱享受咱家己会当知影讲，咱是要安怎家己来生活。咱爱照上帝话来生活，毋是照人的话语来生活。所以上帝讲，你要保守你的心，毋好互世界狂妄所掠去咧。所以讲，为什么咱听上帝话，咱知影讲，哦，上帝甲咱讲，咱保守哦，咱来保守咱家己哦，哦，一些个即个果效由心发出哦，啊，你的心啊，随世界开哦，随乌白母，你就自然。大事，所以求主帮助咱讲，原来伊伫遮保罗，你甲咱遮讲，哦，你的心爱保守好。哦，第一样，咱保守的时阵，咱避免伤害别人，咱尊重别人。第二样，这粪扫这歹入来时，咱有法度甲阻挡出。第三，咱会食啊，讲啊，我就是伫上帝内底，我安怎过生活？我安怎过生活？我毋是对世界人的生活去过，我是照上帝的福气要我过，我来过。所以。咱来当了解为什么咱来去领取即个谨守的心啊？上帝甲咱讲，咱有即个界线，咱来家己来清楚。第四啊，即个界线要保守咱身的，咱就在建立自由的空间。我相信大家拢有当理解啦。啊，每一个阿某当中，拢爱有自由的空间。啊，大家拢爱互相有淡薄自由的空间。啊，你才活得快乐。哦，啊，你若像即马即个时阵，当然你嘛感觉讲，哦，较早做无。啊，虽然即摆即个疫情来讲，虽然啊人甲人中间无法密集，我嘛感觉，无较像较早，我较自由，我敢若较享受。就是讲，咱若会当理解上帝互咱的即个三个心：坚强的心、忍耐的心、保守的心。相信你若会当了解。你会变做啥？你会高雄变英雄，这就是上帝要甲咱的祝福啦。哦，咱看甲咱做歹，毋过咱若了解咱有即个心，哦，坚强的心，啊，忍耐的心，保守的心。伊讲哦，你本来人看甲咱高雄，你即摆哦要成为英雄，你会欢喜快乐，你会享受你幸福的人生内底。所以感谢主啦，哦，这你若拍电动玩具的人，你就知。就说英雄联盟、王者的荣耀啊！感谢主啊！咱有甲一届机会借着上帝话，咱毋单是换做福气啦，啊！伫即个困难的当中，咱能够活出迄个喜乐，活出迄个荣耀，活出讲感谢主，我们甲这是上帝祝福。愿上帝赐福大家啊！虽然我相信咱的即个 COVID-19 的疫情当中，你有可能不准，也有可能真侪代志袂解顺，毋过袂要紧，莫袂记，
上帝讲，我予你的毋是惊遐心哦，是一个坚强、忍耐、保守你的心。咱就照上帝话来行，照上帝话来行，就有福气啦。感谢主，咱做人亲爱的主耶稣，阮感谢你，你一直以来拢是祝福互阮的主，听阮的主。你是我天顶的阿爸，主我感谢你，今仔日搁再一届，借着保罗对提摩太的提醒，我相信今仔日这句话原来是对阮的提醒。我相信真侪兄弟姊妹可能面对真侪困难。真侪心情也好，工课也好，家庭也好，总是有真侪压杂的代志出现伫阮的心里。这时阵，阮感谢主，互阮的回忆讲：主啊，阮会当安静落来，伫阮的内心内底有你的同在，会当领取你的快乐，领取迄个忍耐，领取迄个保守，互阮会当活出更较好的。即个人生的生活当中，所以阮甲一切应该拢归互你，愿主你赐福阮的兄弟姊妹，若是真正面对遮尔济困难的时阵，互伊找一个时间，互伊有一个安静的地方，伫你来倚靠你，来亲近你，来领取你要所享受的福气，互伊重新得力，会当搁再徛起，继续伫即个人生的路途当中。做着一个荣耀主上帝的子民，甲即个儿女，所以阮也相信，阮愿意照上帝的话来行，阮就是会当行出较无共款，行出一个幸福的人生。所以阮甲兄弟姊妹拢交在你的手头，求主赐福，求主帮赞，互阮拢有欢欢喜喜幸福快乐。无论环境如何，阮知影阮的主的内底，阮是一个幸福快乐的人。听阮的祈祷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